呢排公司要交個大 project，麥兜負責做報告。頭幾日都好順利，但去到最後一 part，點樣都寫唔到落去，數據卡住，句主又唔信。麥兜攤在張台上邊，心入邊喺度呻，死啦！真係到咗樽頸。佢望住個水樽，呆呆咁樣睇住個樽口，突然記得麥筆以前讀書嘅時候成日笑佢，麥兜，你做人一到樽頸就會諗住飲水，然後飲到成肚水都未解決到問題。諗起呢句，麥兜心入邊酸一酸，但係忍唔住笑，於是就拎起台上面嘅水樽一口氣飲晒。好啦，終於解決唔到個樽頸，至少解決到樽入邊嘅水啦。講完呢句，自己笑到嘎嘎聲。Office 啲人以為佢成功咗解決問題，但係只有麥兜心入邊知道，真正卡住嘅唔止係報告，而係一個解唔開嘅結，默默。